是我，是谁来？是我，勇士拉红桑，理发师的公敌。哎呦我的娘啊！我要的是少年感，你现在直接给我整成少年他妈感了。每晚11点之前必须睡觉的超级自律的22周岁老年人，上海市某小区楼长。喂，爸爸，我当楼长。对呀，现在是楼长啊？对，我是楼长。拉红桑之前还立过一个 flag， 他说如果落水就要把落水画面印成海报挂在楼门口。勇士拉红桑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不知道就是拉红桑的体力是否也是老年人的体力？他体能上应该没问题，关键是在于心理。现在第一个桩目前来讲，这个准备时间有点长，不过说明他现在心理整体的状态啊，还是稍稍的没有完全进入最好的这种局面。踏过这个第4个桶，前面就是一片开阔地。好的，非常好，胜利在望，马上通过，通通闪开。晕头转向啊！就来到第2关，你看，刚才我说他现在就这个起赛状态方面来讲啊，他并不是特别的理想。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呢，他在过了这一关以后，我相信他会渐入佳境。没有进入状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来一圈。我们用时间。哎，对，还是比较稳健的。不错，现在已经进入了忐忑齿轮。还要思考一下，来，不要着急，又转一圈吗？难道此时此刻你在思考人生吗？抓紧，不要犹豫，一键入魂嘛，就动作要快，踏着直接就过去了。哦，又错过一个机会。其实我觉得像女生的话，可以等她这个一发入魂，她的那个齿轮再往下一点再跨。哎，没关系，刚才错过了一机会。还有，不着急。你可以在这平台上先跳点探戈。果然到勇士营地之前的这一关，不要趴，不要停。哎呀！哎呀！完了完了！哎呀，不能趴的，要跳。啊，那这关对女生来讲好难啊，太远了，这关有点难。不要停！哎呀，刚才他是准备采取趴在上面，趴在上面其实是最不合理的一种方法。这时候一键入魂，就动作要快，不要在上面停留。是的，踏一步直接就过去。必须得一发入魂才能过去。哎，比较可惜的是，他这个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捕捉到他的正面镜头。我觉得如果做海报的话，还是要有正脸比较好。对对对对。我以为我第1关就要掉下去了，很满意了。但是我其实很想上去唱一首《孤勇者》，爱你孤身走暗巷。算了，要在那里唱才有 feel。行了，现在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有事干了，马上印海报。